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你敢知影今仔日行政院推出了一个 AI 的所谓的指引，这是讲什么呢？人工智慧开始要来写判决，9月份要来试办草稿会来交法官。唔那是司法系统来开卡行，行政院嘛有生成的 AI 指引要来步步踏。时代变化到大，敢通逐项拢来 AI 一个，咱好好啊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真理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吳景欽，大家好。第二位是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助理崔家偉，大家好。第三位是台灣法律科技協會理事長江雅琪江老師，大家好。第四位是陽明高大智能系統研究所的教授廖萬富。大家好。那麼首先，讓觀眾朋友來了解講，我是咧講什麼？這唔是 AI 生成的，這是今仔日行政院來通過了公部門使用 AI 人工智慧的參考指引的草案，要來規定講，你的業務使用 AI 的輔助的時陣，承辦人嘛是愛需要有客觀、有專業的評估，才會當來使用，嘛愛公開資訊。而且愛甲大家講講，我這段就是用 AI 寫，牽涉到高度的機密還是敏感的文件，禁止使用 AI。針對國內的技術、國內外的技術跟法規、國際上法規的這個綜合的發展，然後真正還要考慮到整個對產業的發展，整個會持續的評估。目前這個指引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它可以藉由公部門本身，就這個參考指引本身去思考 AI 可能科技所帶來所用的風險。我們就這個風險本身，我們有很多實務的經驗，對於未來立法應該有很好的幫助。簡單呢，相信觀眾朋友聽到這真底感的這個物件吼，可能也聽無。咱來看講這什麼叫做生成式的 AI。參考指引哦，頂頭寫講吼，你避免你看這紅字就好，避免國家安全、資訊安全、人權穩守、倫理法律等等風險來注意。哦，這頭一層。第二個，你的承辦人啊，你愛對着你家己的風險，客觀專業的最終判斷，袂當取得不得取代業務承辦人自主思維、創造力以及人際互動。這講甲真水氣。另外，製作機密的文書應該要有業務承辦人親自撰寫，禁止使用生成式的這個 AI。這寫起來攏理所當然啦。而且還佫有關於到這個人資料的收集，而且還佫寫講各機關不可完全信任生成式的這個 AI 的資訊，不可完全信任啦。也袂當來無經過確認產出的內容，直接造成行政作為或者是公務決策的唯一的依據。這寫了真理所當然。我聽看了，我咧讀的時候，吳老師就開始咧笑。吳老師，你咧笑啥物？你講互咱觀眾朋友了解。我唔是笑這指引啦吼，我是感覺講。主持人一開始講，咱9月嘛吼，司法院講要法院開始用 AI 來寫判決書啦，吼，這個代誌啦吼，啊，擱對着太多啊這個物件吼，我是感覺吼，即馬這個時代，那像當物件灌一個 AI，咱就感覺講，這新科技又做流行安尼吼，啊，毋過我針對這 AI 生成判決吼，我講這啦吼，就是講吼，我看到司法院即馬。伊講9月開始，針對有兩種的最主要性用。假酒賽車，賽車加迄個幫助詐欺，靠做的啦。我先講酒駕啦吼，因為這兩種案件，尤其是酒駕吼，所有想法可能是認為講啊酒駕，因為咱即擺酒駕吼，你呼氣濃度，案件4分之一。對，你差不多大法官吼。幾大咧？伊若講一個月差不多60個案件，話可能伊4%是酒駕。啊，過來就是咱詐騙，台灣是詐騙王國嘛吼，這詐騙過來就是毒品，
差不多这3项是占大多数的吼。啊，讲酒驾占大多数，因为酒驾咱即摆吼，有酒驾无酒驾都夫妻都0.25%嘛。吼，啊，因为有一个数字伫遐，伫个客观性伫遐，所以讲吼，所以认为讲啊，这你都反正你都超标啊嘛。哦，啊，而且咱单纯酒驾，毋是无弄死人哦。对，单纯酒驾是3年以下嘛，这嘛无讲介算重嘛，吼啊，所以讲基本上你犯呢吼，你就起的入去吼，啊判决就出来啊嘛，啊而且普遍这种案件，那单纯酒咱袂判真重嘛，袂定当无证。对啦，啊，就是讲有当时若第一届，你若讲酒驾第一届，吼，本来酒驾若第一届是袂起诉的啦，差不多3届检察官开始。拢会讲基前可对啊，就算讲3届你甲起诉吼，法官咧判吼嘛袂讲判甲。应该是6个月以下啦，啊，拢会使1个月，就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啦。但是老师，像你头仔讲甲一大坨 AI 敢知，讲啊大概安怎？即摆问题就是讲吼，咱即摆有一个数值，伊即摆AI 有咧处理是数值0.00，我这走袂去嘛。哈，吼，啊，毋过剩的吼，咱都爱想一个问题哦吼。虽然讲伊刑罚无重哦，啊，毋过咱想社会大众对于这酒驾大拢是安怎深恶痛绝啊？对，啊，所以讲是毋是？逐个酒驾案件拢共款，这 AI 有法度有法度去考虑到这种情况无？啊，尤其是讲吼，你若要 AI 生成吼，你的咱讲的迄大数据，迄 database 一定要大，吼。啊无啊，你讲大，咱法官迄酒驾案件遮济，啊你该备胎量，毋过我讲吼，这个案件量吼，咱讲犯罪事件是一个少数的现象，伊的 data 无可能大啦，大台湾就出不大问题啊啦。哦，所以讲伊的 data 无够悬，啊，过来咱再想一个问题，是毋是所有的酒驾拢是用迄数字去算？因为咱即摆吼，咱有讲，即个人若拒绝，我无用去切嘛，我无负气咧。啊是讲吼，我吼有当时啊吼，已经昏倒在地上啊，你嘛无落切，啊变安怎？其实讲啊，咱即摆酒驾除了这以外，啊，佫有一个用吼，你警察来去安怎去综合判断啊？啊，即个部分。你有 AI 有法度去做这样代志无？吼，啊，过来迄无法度啦。啊，过来就是讲吼，第二个，我迄诈欺的这个问题上大。伊是要处理什么问题呢？处理人头账户这个问题。哦，因为咱台湾吼，就是讲，因为吼，靠做人啦。对。啊，为什么呢？因为吼，咱看哦，因为吼，诈骗集团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啊，警察咧抓的时阵，倒是讲管定的拢哪？拢抓无啦。啊，你也想？掠车手加人头账户嘛，啊，咱来想吼，这人头账户吼，伊的状况，伊的样态足济，咱袂使讲吼，我吼为着讲哦，几万块外，啊，我借人头，你就是帮助犯哦。因为有当时啊，伊可能有预见讲，我这个账户会去用诈骗集团哦。啊，毋过伊伫个现实面，伊即摆都需要钱嘛，安怎开学啊嘛，啊，伊若有足济。足侪囝要上学，啊，伊毋是爱这种钱啊，伊无想遐济啊。所以老师若听你安尼讲起来，这 AI 无法度去判断这吧？啊，听你安尼讲起来，就规个判决的这个过程就袂当用 AI 咯。毋是袂当用 AI，因为吼，老实讲啦，伊是冠 AI 之名无 AI 之实啦。为什么我来讲？因为即摆吼，法院吼本来都因有所谓的立稿啦。哦，例子的例啦，稿子的稿啦，例啦哈，嘿啦，因为即摆来讲哦，酒驾案件啊，法官我抽到这个案件，伊会先上因的迄个网站，咱一般人无法度去理的，伊会去找例稿啊，酒驾例稿，啊，伊即摆输入一个样态，对，我伊即摆输嘛是会使得到输进去一些关键字眼呐。哦，酒精浓度啊，伊个样态啊，啊，所以本地就有这个类似的系统啊。我感觉伊本地就有啊，可能就是讲吼，因即摆吼 AI 因为能力越强嘛，伊有那少的 database 会较大。啊，过去因为用人工去整理吼，无遐大，啊，即摆较大，啊，较大了吼，伊慢慢吼，咱讲吼你 database 若大的时阵吼，迄也慢慢可能是很主观的判决，慢慢趋向客观。我讲是会是思维的想法，我不以为然啊吼。啊，不管啦，你就是讲吼，伊即马用 AI 去扫，啊扫出来了，可能伊会出来，尤其是伫量刑这个部分，伊感觉讲会比过去较好，啊，警察差你遮尔啦。啊，我是感觉伊本来就立稿啊，我是感觉无什么太大的差别啦。无差别，但是有帮助啊，无帮助。有帮助，有来讲迅速处理这个案件，我感觉有帮助。有帮助啦，吼。啊，毋过安尼想一个问题哦，你即马这种物件来愈进步，法官若大量咧用的时阵，我感觉有一个问题，伊可能未审的时阵，伊先去用这，伊判官书先出来，啊是毋是先入为主？
这有可能无可能无？啊，这就是法官的素养嘛。对，啊，所以讲，我问题唔是你管一个 AI，就讲哦，足伟大啦。最终的决定性嘛是人啦。啊，所以唔使这指引就讲，你唔通哦，袂当做做公务决策的一唯一依据啊。对，讲拢会使安尼讲，这拢请足水的啦。哦，司法院9月开始嘛，开一个记者会，嘛安尼讲啦。哦，啊，毋过吼，你因为你即马科技太进步，因为我讲，你台大主席嘛讲过啊，即马这案件量真正太大咧，尤其是上架，啊，个诈骗，这案件量太大诶，啊，台法官，对，因为台法官吼，为着要写判官书，啊，你即马顺便去问一个刑事法院的法官，我吼，我唔知啊，我是直觉啊，感觉啦吼，有人吼12点之前咧困的无，可能你要找到这个法官足少的。啊，所以讲，伊拢跟制作人共款。嘿，你真正去问啊？毋过，所以讲啊，咱即摆法官拢是属于这种过劳的情况之下，我司法院是要解决。讲啊好啦，啊看我都用 AI，啊可能较顺啊。毋过你这种情况之下，是咱就爱另外开一个节目来讲法官的过劳啦。对啦，这你问题你真要先解决啦。跟 AI 的关系哦，如果来请教这个崔同学哦，在恁来看。恁少年一辈来看这个 AI 到底是一条路，还毋是一条路？我相信你也有真侪同窗，拢已经进入到这个法律的系统嘛。恁家是安怎看？因为吼，即马就是像吴老师刚才讲的时阵，即马伫法院内底吼，就是有即个立稿系统咧用啊。因为即马有足侪较少的案件吼，较小案件，他们就用这个立稿系统来处理啦。就是我就想讲吼，这个系统嘛，毋是外省的系统啊。若是要用的时阵吼，会爱注意一个就是歧视性的问题，因为伫美国吼，就是伫美国美国有一个系统，就是假释的判断，伊的判断说卡 AI 去判断说，AI 可不可以帮忙算一下这个人的再犯率，帮忙算一下这个人。哦，你讲的是 compact 系统。compact 的系统啦毋过吼，即摆即个系统吼，伫美国嘛是足侪物件要踩，因为有一个受刑人就想讲说啊，你甲我分数甲我变安尼，啊，你就想讲我是黑人，我是拉丁人，我是拉丁的人，啊，你就甲我分数甲我足济，啊，若是你是白小的人，你就会使甲较悬的分数安尼，伊就要注意的时阵，就是迄个歧视性的问题，毋是会使可以处理一个啊。即摆吼，为虾米要求迄个法官嘛是？伊家己要写即个判决，伊就会使只能用 AI 来做辅助的物件，就是安尼啦。因为阮想讲吼，法官伊家己嘛是会写迄个判决，啊写迄个判决去负那个责任，不应该把这个责任全部都交给 AI。所以你认为讲应该是辅助安尼啦？嘿，伊就是一个工具。但是我相信人吼，都有小可有片段款嘛，当然是吼资料吼。先找出来吼，啊，再来检查嘛，有种可能嘛吼。有这种可能，所以吼，伊个资料的选择就非常重要，因为伊若是资料是不好的资料，还是伊个资料有歧视性的资料，伊迄个 AI 生成出来的物件吼，就是唔通用啦。伊就想讲，AI 就亲像囡仔共款嘛，你若是甲迄个囡仔教好。你囡仔个做好人嘛，啊，你若是无甲囡仔个好的物件吼，囡仔嘛，伊就变做歹人安尼。江老师，若是恁做法律科技这两边吼，徛在这中间，恁敢有赞成讲，这法律系统，尤其是法官判决来用这个 AI？虽然讲，他拄吴老师也讲，这其实真正有这个内个吼，这个系统伫个啊。所以只是较巧而已啊，尔啦，所以并无对着过去这司法系统做了真大的这变动。但是咱来看这未来性，你敢有赞成？我的态度其实是较乐观啦吼，因为第一点，他拄仔虽然讲吴老师甲崔同学伊拢有讲到讲这 AI 的系统可能有这个缺点，但是咱想看嘛，你人类去做的判决嘛，可能有这个问题。哦，这个问题AI 系统伊其实会使来帮助这人类的法官。哦，唔只是伊工课可能会较少嘛，哦，伊嘛会使写出较好的判决。12点之前通困，会使困，写出较好的判决。
啊，佮第二点，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你无爱互伊用，但是你嘛唔知伊私底下有咧用无。即摆真有影哦。系啊，即摆 AI。我听讲外口有商业性的即个物件，拢会当用啊。外口有生意人咧卖这种系统。系啊，你司法院啊是行政院，若无即种系统出来，啊，其实在法官啊是公务人员，伊嘛是家己会使去用啊。啊，你若无这指引，甲大家讲，即摆用爱注意虾米风险，啊，你爱注意虾米规定，啊，你爱公开甲大家讲，你有咧用这 AI 的系统，安尼是毋是更较危险？伊若私底下家己去用，啊，拢无跩指引甲伊讲，你即摆爱注意虾米代志？后来啊，毋去啊，写的就去啊，拢我家己写的。系啊，啊，咱嘛毋知啊，安尼毋是更较危险？是毋是？因为即马科技的发展已经到即种程度，啊有即种 AI 的工具会使互伊用。啊，你若即马讲，我拢无爱互伊用，因为你法官的工课就是你爱审判，你拢袂使用。啊，其实安尼嘛是你无办法注意讲了解在公务人员伊虾米时阵去用这 AI， 你更较无办法去控制这 AI 可能会产生的风险啦。因为他都要吴老师嘛有讲过，这应该我安尼理解，老师你话让我一个理解就是讲，这个指引是先话头讲打在头前，讲从此以后，这后来要来立法，你若违反的要安怎？因为行政有讲哦，先互指引，啊，大家来试用啊，再来讨论啊，再来立法，是毋是这个过程？是，因为即摆科技的变化是足紧的。咱嘛毋知影讲即马即个 AI 的行动，虽然讲即马 AI 可能甲无很巧啦吼，但是伊遮的资料愈来愈侪，你用的人愈来愈侪，伊可能会愈来愈巧。啊，所以你的指引的规定的内容一定爱跟着这 AI 变化爱去变化嘛。所以即马在看到讲行政伊就讲这是一个指引嘛，伊嘛是看这情势发展，慢慢去改变。即个态度我感觉是正确的啊。因为科技的发展实在是伤紧，你即马要想讲，我要有虾米问题，我要防止虾米风险，你即马是无办法虾米物件拢想到，所以咱一边发展，一边来想，一边来修这个指引的内容，安尼可能是较透懂啊。穿衫哪穿哪改的意思啦。哪穿哪改，因为这囡仔大汉伤紧哦啊。这咱看到真侪漫画内面拢看到一个，敢若一只怪兽安尼，愈来愈成长哦，都甲主角的厝地拢裂破去吼。我咪请教廖老师哦，咱知影廖老师是做了真侪这个 AI 生成式的 AI 吼。老师，咱他三位拢有讲到，这生成式的 AI 内面吼，你食啥物资料会产生啥物偏见，其实是真事上的代志。老师甲咱举几个例，你有准备一寡材料互咱看者。好，我先讲者吼，讲当 AI 上重要就是爱资料啦，吼，伊看到啥资料，伊就学到啥安尼啦，吼，所以但是看咱大家上当地用迄ChatGPT 吼，伊用的资料吼，我摕者互大家看吼，讲像这是 GPT-3啦，吼，是 GPT-3内底吼。上这主要其实是英语啦，但是过来是中文是比大陆中文比台湾差不多加10倍啦。加10倍哦？加10倍啦，所以其实伊内底学的物件大部分都是拢大陆想法啦，所以拄开始有人去试有一个真好耍的代志是安尼像讲拄开始你若问迄ChatGPT问伊讲习近平是毋是独裁者？这就看你用繁体中文来问，还是用简体中文来问。你要用简体中文来问，伊就讲唔是，绝对唔是。你要用繁体中文来问，伊就讲是。那简体字就讲唔是。我来看人就对。还是讲伊会回答讲，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答都是安尼啊，答都是。你一答问，伊就讲，我是假是一个模型，莫问我这款问题。还是回答讲数控数。有当时来是啦。有当我会记我顶摆甲问伊甲我数控数。是无得较安尼啦，是拢都已经互人蒙到好势啦。但你若问安怎问拢问袂出来啦。
所以咱其实这也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咱台湾的这个用华语的人，要如何在未来的这个 AI 的世界，会当占有一席之地，啊，讲话为语权，甚至用的用语会当甲上无甲中国来比拼。哦，这都爱家己爱做啦，家己爱去收资料，吼，啊来做这个系统安尼啦。咱挑工甲试，挑工甲试。挑工甲试啦。哦，尤其当要多严重的问题吼，你若讲你若问台语吼，伊根本都听无。哦，你当对 ChatGPT， 你就使用中文来问尔。哦，啊，你用台语问伊就讲，我只会晓一撮尔，啊，就问袂落安尼啦。哦，啊，所以最严重的就是吼，哦，你就无做台语的，后摆你就才使用中文，啊，台语就死翘翘啊，就会变安尼。哦，变做迄个世界内面拢无台语的存在呢。嘿，拢无台语的存在安尼。所以啊，甲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吼，老师就是专门咧做这个台语吼，即马甲咱这个新眼界节目吼，要开始来收集这个话语吼，啊，要来做这个生成式的这个 AI 吼。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要请教老师吼，他拄3位咧所讲的，这个司法系统内面吼，出样的问题，因为他黄老师也讲，其实这个早期吼，也是讲这个考照吼，人头考照也好，也是这个假酒吼、赛车这个代志，其实在真正这个案例内面，迄个diversity吼，其实是无遐济呢。吼啊，所以来用来做 AI 是毋是有会失角在？嘿，这一定会有问题啦。吼，因为这款的资料本来就少了，像我老师讲的吼，这款资料本来就少了。哦啊，所以哦，你 AI 模型出来的资料吼，都无遐济啦，变化无遐济安尼啦。哦啊，所以你当中就有可能拄到一个应该捌看对，伊就毋知要安怎做安尼啦。啊，所以这敢有通啊饲资料甲修正，还是讲就是爱事后咱人工提出来看？咱就是爱饲资料，啊人工爱都提出来看。哦，爱伫安尼。爱循环呐，爱循环，几啊改安尼啦。老师，你丢是啥物？哦，我这是讲要安怎做啦吼，咱做一定是先收资料啦。好，资料收了吼，爱个看内底资料有迄款有问题无？哦，像讲有种族歧视的，迄爱来摕掉。哦，啊有性别歧视迄爱来摕掉。哦，啊确定你的资料拢问题，啊才摕去训练你的模型啦。啊，训练模型了，开始用了吼，要是爱做看伊出来有问题无？啊，所以它都有一个叫做人工智慧规范。哦，这都是行政院听出来，这个都是一个例子。啊，像欧盟、英达拢有这个规范这个法律遐。哦，讲你 AI 系统要摕出来用，爱安怎检查，爱是毋是迄有问题物件拢袂走出来安尼啦。啊，所以这个代志就真重要。啊，所以伊就一定就是资料资料看对毋对，训练了检查有问题无问题，都电来，这就爱几啊改安尼，一直弄到无问题为止安尼啦。是。这我来请教郭老师吼，老师咱伫这个图表顶头看的，这就是咱即摆所看到这 AI 判决书的这个范例啦吼。这步骤1啦吼，爱选择自动生成的功能啦。哦，我譬如讲，我要伫108年审查干2 100201吼1号吼，啊大家吼，你来选，譬如讲我咧新修正的刑法安尼，安尼来审。这甲过去你所看的这个内阁的系统，是毋是有较侪选择？比较会较侪啦，比较较侪。因为你过去无法度做这，就是因为。你若用人去整理遮的吼，这困难度高嘛，你无可能弄遐济。啊，即马有 AI， 伊当然弄较济。啊，毋过我嘛是爱强调哦，吼，毋是讲从济，啊，就这个弄出来就真好用哦。为什么？他拄啊吼，了讲是有讲到一个问题哦吼。第一个爱资料收集嘛，对不对？好。啊，我是强调讲刑事的判决、刑事案件本来就是这个社会少数现象。我强调。那犯罪吼，咱的刑事案件愈济吼，咱台湾就带烦恼啊！你听无？一定是少数。所以讲，这个资料收集的 data 量，无可能吼，像一般咱咧收集其他 AI 生成的遮济啦。吼，这就是一个问题啊！你的阳台无遐济，嘿啦，真正无遐低啦。啊，而且你若搁区分哦吼，就是讲咱头拄咱讲吼是
量较稍微大一点的，像酒驾、诈欺这个，还是窃盗这种的啦。啊，不过咱来想哦，你吼一个杀人罪咧，杀人咧，杀人这绝对不够多吧？啊，这绝对不够多，你的台人这个资料收集都出现问题啊，对不对？哦，啊，伊这收集可能爱去迄个 Netflix 顶头去找才有。啊，你即马吼，咱讲用杀人罪咱来找资料搜寻啦吼，因为台湾当年的杀人案件加差不多200-300件尔。啊，这少啊！你这少，你要哪去找到？这过来第二问题。哇，那真正爱去连续局去找呢。你可能爱去按美国的犯罪刑期啊，什么拢爱去找。啊，你过来第二个好，你资料你的量无管大啊细。第二个，他拄啊梁教授讲，我感觉来这我来上课咧。你感觉伊爱做一寡清洗嘛？啊，即嘛一个问题来啊。对，即嘛一个来哦。咱来想一个问题，你资料量即使够，啊，是毋是咱过去咱法官针对这种案件，伊拢很仔细认真的去审视、去审理，啊，尤其是量刑，伊是毋是呢？咱讲的无两刑法57条啊，有迄量刑爱审酌的事项嘛，有10款嘛，哦，你真济呢吼，啊，你10款你是毋是逐项拢有去逐条去检视？有无？我无相信啦。因为什么来讲？尤其量刑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吼，咱台湾吼，针对这量刑吼，在过去拢是认为讲，这就是我法官安怎心境，我来内在的，我就是至高无上，我正义感，对，我就是一个神呐，人世间的神呐吼。所以讲哦，老实讲，你讲要到底哦，一个杀人罪到底要判死刑、无期徒刑，甚至也是15年，这倒是讲有淡仔无道理的啦。伊的感觉啦，啊，因为甲当时咱开始较注意这57条的问题，就是。2009年，咱毋是签甲迄2个人权公约变国内化，吼，啊个我是用是啦，无记唔对的，2010年毋是一个白玫瑰运动，哦，大家抗议讲这恐龙对不对？哦，啊，迄阵啊开始呢，慢慢司法院甲开始去建立咱较有系统去建立迄咱讲的量刑系统，哦，好，啊伊量刑系统可能我毋知伊的 database 伊是。看偌久进，就唔知啦。因为吼，我可能啊讲，我对于司法院这点我真的不以为然。好，啊你吼，这个判决，你资料收集完了以后，吼，咱莫讲啥多杀人罪就好啊。你甲这个放10年、20年拢好啦，吼。你对他背资料，你司法院有去仔细去稍微看一下，讲有的判决真正有一个离谱，你有去检视无？啊，要安怎检视？啊，若拢无的情况，对，啊，咱不能对，即摆吼。我感觉司法院，我对这 AI 动不动就关在我最反感的原因就是这。你敢若一直讲吼 AI 偌进步，好，即马以前讲一个电视广告讲吼，电脑要经图刀，哦，即马电脑要写判决，啊，毋过你这个过程，你安怎出来的？我完全唔知嘛。啊，你有一个公正客观的第三者啊，哦，当然司法院袂找我啦，吼。你有这个人去？哦，我刚才咧讲，可能伊愈袂，你个报这句，可能愈袂做。对啦，咱吴老师是话实讲嘛，吼，就是司法的无神论者啦，吼。啊，当然，但是我要问老师一句，到底你认为咱这个 AI 有通做辅助的角色吗？辅助是一定爱的，啊，不过你这个，所以嘛，这立场是差不多啦，就是讲过程爱。对，这个过程啊。就是讲吼，你完全这个拢无透明的情况之下，啊，而且我头讲的嘛，你无完全无一个客观第三者吼，像找一寡法律学者啊，像焦老师这种的去检验讲吼，你这个过程安怎出来嘛？你从来没有嘛？啊，从来没有这样子，你什么结果？你即摆动不动就用一个 AI， 尤其是国民法官今年实施嘛？哦，但是我想吼，可能头一个反对的是这寡法官，因为造出来物件，伊感觉讲你是咧写啥挖沟，伊愈用愈歹用。嘛有可能啦，啊，毋过我是感觉讲吼，若讲吼你爱看什么案件啦？像这种杀人罪，这产出的重大案件吼，我想吼，伊一定会去动这啦，啊，伊嘛袂完全照黑啦，因为这是当啊，毋过你若像他咱讲的什么酒驾吼，啊个像诈欺这种的，啊量大嘛，啊伊感觉伊个生活佫无重嘛，啊所以讲吼，伊佫想要12点进前困。我12点我讲的啦，我是咧形容啊，我踮遮吼，我毋是咧指责法官，我是咧替法官抱屈啦，吼，啊你司法院吼，莫动不动就加一个 AI， 利用这种方式想要去减轻法官伊的负担，我想你若安尼想，司法院拢伤单纯啦。我个人是认为讲，咱不那是
对着这个工作量来看，应该是看讲，这有当啊帮助咱的整个司法系统更较中立、更较客观、更较政治。对，就是讲吼，你减轻法官的工作量以外，你看想着讲，你有考虑到你被告权利的保障无？你安尼做是毋是？他都一直咧讲吼，迄偏见的问题啊。哦，因为你这 data 你无去检视嘛。哦，啊，你就安尼用啊，内面是不是都充满着一种？可能是歧视，啊，可能是根本就无想遐济，我都几年，我都法官。啊，而且我可能要请教这个崔同学吼，若是接落来这资料是30-40年前，甚至是50-60年的资料，这甲迄阵时的风俗、甲观念、判决拢有，甲即摆已经有距离啊。啊，这种物件若加入来，啊是要安怎来 screen out？ 像头啊廖老师讲，啊，就爱搁找江老师、找吴老师、找恁来，搁来看，就变做人工智慧，变成工人智慧哦，变做安尼哦。迄个会当本来就是工人智慧啦，因为我知影的时阵，就是伊司法院吼叫迄个替代役。把迄个资料一笔一笔甲标记起来。真正是工人智慧哦。所以迄个资料库本来就是工人智慧。真正拢替代的。嘿。啊，即摆的问题就是像你讲的共款，因为吼以前的判决，伊判决无咧看迄个刑法57条的各款的迄个事由，伊法官咧写判决的时阵吼，伊就讲我跟阮。感觉迄个被告吼恶性重大，阮感觉迄个被告吼其情可悯，阮感觉迄个被告吼会使有改过。这你互我一个问题吼，纯粹甲你请教，就是有法官咧，有法律人咧讲，这用这个 AI 会互心情来空洞化。我感觉安怎，我就感觉安怎安尼。啊，这甲过去毋是共款。阮想讲的时阵吼，若是问这行政空洞化的问题吼，伫过去的时阵是迄个法官是因为法官家己咧写判决嘛，因为法官会使负责。啊，毋过即马阮着 AI 的时阵吼，迄个责任会着毋知影要啥哩人来负责。但是上尾嘛爱签名咯。嘿，啊，就是若是阮。叫迄个法官咧负责的时阵，法官袂爽，法官就想讲，即马迄个物件嘛是毋是我写的，是 AI 甲我审理搞出来，啊我修改的，就是因即马的时阵吼，就是迄个责任，迄个最终的负责的人是啥物人啊？即个法官要安怎去利用迄个系统较足好啊，安尼就是啊，因为我伫大学的时阵吼，我伫废死联盟咧做实习生啊，阮伫做实习生的时阵吼，阮就是看迄个法官的判决。阮看足侪判决的时阵，我看到一个问题是，法官咧分析迄个在分析那个量刑的时阵吼，伊拢无咧较没有很仔细的去分析那个量刑啦。啊，这个资料吼，若是给互 AI 咧用，互 AI 咧用的时阵吼，伊可能就是有互一个问题俩。因为 AI 吼去抓迄个特征，啊，若是抓迄个特征时阵吼，伊若是抓着歹特征，若是。这个人是原住民，这个人精神病患，或者是有精神病的就医记录，那是伊甲迄个这个物件当做标准，咧去写判决的时阵吼，伊就有啥物小款的问题会发生啦。也就是我讲的歧视啊，还是偏见啊物件较发生。但这种问题听廖老师啊、甲江老师讲，这是人类的实在的社会内面嘛是咧发生，吼 AI 的世界嘛是咧发生。同款同步咧发生啦，人类的世界发生啥物？我相信 AI 内面也是会发生。毋过即个问题就是伫阮研究的时阵吼，有即个名词有即个描述就是讲规模化，因为较早的时阵，伊较咧发生无错，毋过伊发生的时阵是一个人，一个法官，一个法官，嘿，一个无系统性。毋过你即马若是有即个系统，伊个系统性就发生啦，因为伊。全部的法官、全部的律师、全部的这就形成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就是讲，咱有 AI，所以大家拢爱大家互相警告，讲唔通相信 AI，家己爱注意。这种警觉吼，这在人类的社会其实
咱过去有一句话啦，吼，华语讲尽信书不如无书啊，尽信书啊不如无书啦，尽信 AI 不如无 AI 啦。江老师，你安怎讲？是我即马想到讲，较早伫法律系咧读册的时阵，老师有讲过一句话，哦，讲人生有偌困难，你要做审判都有偌困难。黄荣坚老师。嘿，意思就是讲，因为你一个案件，伊要判断的因素足侪个，逐一个案件可能拢无共款。共款是杀人，但是后壁的动机啊、原因啊、社会结构啊，可能大家拢无共款。所以这审判这件代志，你要交互机器去做的时阵，大家拢会想到讲，这机器伊的资料，像头拄啊吴老师讲，可能一当才食200-300件的资料，安尼敢有够？嘿，安尼敢有够？因为咱其他的法官，伊是会用伊的人生的经验去做一个审判。这人生经验可能唔只是杀人的案件，还有别项的人生的经验，这是人民的需要嘛，所以第一点，咱是感觉讲，这 AI 的系统的这资料伊为倒位来，过来伊食虾米资料？头拄廖老师有互咱看迄手帮嘛，伊食虾米资料？这咱一般人应该会使公开，咱才会使了解讲伊这系统伊是安怎咧运作的，嘿，咱才知影讲伊安尼做起来到底是对啊毋对嘛？第二点我是感觉讲有一点，其实当然伊会使帮助法官，互伊12点进前会使困啊。这点我是感觉最重要的，因为法官有精神，伊才会使做出好的判决啊，这最重要的。但是咱嘛爱注意讲，有一寡可能有一些害群之马。伊是毋是有注意讲这基因内底讲，你一定爱人类去审查，你爱去看过一遍嘛？你才不会把这 AI 系统内底偏见直接复制贴上，直接剪贴上。所以咱嘛爱注意讲，是毋是有较贫大的人、较贫大的公务人员，伊根本就无看、无做这个代志啊！伊就这 AI 生成的内容，伊直接摕去用。伊拢无用头壳去想，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风险，咱要去注意。但是虽然讲有安尼的风险，我的态度还是讲较乐观啦。因为科技发展到这种程度，你要讲禁止大家拢袂使去用，迄嘛是无可能。伊会偷偷用啦。系啊，伊会偷偷用，不如讲咱着家己讲啊，做清楚的。你要用虾米？这内底的内容是虾米？你应该遵照虾米样的指引的方式去用。安尼对大家更较安全啦。是。廖老师，我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他都江老师也讲，王老师也讲，咱就爱家己内面爱做一个透明，这过程爱互大家知，但是，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AI 家己生成一个检查的这个机制，家己会当来检查讲，你这有偏见。你有而且是讲有另外一组 AI 来检查另外一组 AI， 敢有这种物件？有啦，当然有人安尼做啦。但是迄就是爱人来讲起来，还是爱人爱饲啦。人爱来检查啦。因为迄个你讲迄个模型迄就是威胁人去学出来安尼啦。这就是 AI patrolling 的概念敢有可能？有啦，有可能做啦，但其实都是有安尼做所以，当你若去用 ChatGPT 已经无应过遐侪问题啊啦。像讲我拄仔讲的你用简体字去问，用繁体字去问，迄个问题大都已经解决啦，已经冻掉啊啦。但是呢，对着这个种族的偏见啦，还是这个性别的偏见啦，还是讲因为年代久远所以真侪这风俗。概念、甲伦理的观念都无共款。这敢有讲有一种机制，除了人工就去检查以外，有一个系统会让自我来检查甚至讲，敢若头药安尼，甲头落去就清洁，敢有这种物件 ？AI 敢有可能安尼？但是也无，我都做到100%啦，会使做到一个程度但是无都做到100%啦。我先放几个图互大家看讲大家咧讲迄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像这啦这是一个你会使用写字就电脑甲你画图安尼所以你若讲
你要找拢像执行长的图出来，伊就全部拢出来，互你直播的。这是美国的啦，所以出来拢直播的，拢白人。你若问伊讲吼，犯人生做啥物款吼，伊就全部拢互你像这恶人，就全部都是安尼啦，吼。你问讲吼，多严重问讲吼，啥是迄个？我找者吼，啥是迄恐怖分子吼？走出来就全部拢中东的。但是你甲问恐怖分子，拢迄落，拢阿拉比亚迄种。对啦，歹势我倒袂只。但是这种拢是咱落爱人落去检查呢。对啦，所以就是一个规定吼，为自来开始吼，再开始拢来用了这段话吼，这个规定全部拢爱有法度检查啦，爱全部爱互大家拢有法度看到底伊是安怎做安尼啦，安尼才有法度。哇，这看起来工程嘛真大呢，国家讲落爱资料爱饲，资料爱饲。是。每一个资料拢爱要饲资料进前爱有人检查。是。饲了后佫爱佫检查。哇，咱这个 AI 真正规气咱家己来啦，敢会伤麻烦去？无啦，这都是。虽然我问这有小可失礼吼，老师，恁做这道的，恁认为恁这道未来的前程，吼是？大家学生是感觉讲，我当然我会当应用的所在足济啦，吼。但是有一天，敢会感觉讲，哇，愈做愈多，愈来愈麻烦。其实人工智慧是工人智慧哦。是啦，这我其实吼，这是目前的情形啦，吼。做发展做可能都会较好啦。是讲我当一个笑话啦，吼。听讲英国有一个学生啦，去找工课啦。迄边的 HR 的human resource 问讲去做啥呢？伊就讲去做人工智慧啦。人工智慧因贵较无人知，人较毋知啦，所以可能老讲人工智慧就贵啊。当 HR 拢较知啦，伊就问讲你做人工智慧搭一个部分安尼？伊就讲我做人工迄部分。做人工迄部分。做人工迄部分。所以大部分拢是人工迄部分啊。这无大啦，尤其像这司法这款代志，这甲人有关系吼。你就是一定爱人来，迄资料吼准备到清晰了，做个规定拢了清晰，才有法度啦。所以本来 AI 内底目前吼 AI 内底上重要部分，本来就是人工啦。若像老师恁咧甲咱这个8点档的咧乡土局吼，这3万点钟的这个。剧情吼，迄会议拢个数字，这内面嘛爱拢扣出来啊，咁就爱扣出来，讲有诶讲较真正招精爱甲扣出来。但是阮当做的都是安尼吼，就讲英国字幕你要找人来拍，所以你1点钟的节目可能拍4点钟，但是当阮若用电脑弄过，伊出来可能就差不多9下掉啊，你也该存的1下的话，安尼可能1点钟就得了。所以阮做是像安尼啦，阮就讲 AI 伊有可能会毋对啦，可能但是伊会使甲你省遮济时间的啦，所以就是安尼，所以 AI 要是真好用安尼。嘛是真，就有伊的好处伫个啦，吼。有伊的好处啦，但是咱人类面对这个未来的社会，就要请教吴老师吼，吴老师，基本上还是认为讲在司法系统还是要辅助的角色。对啦，绝对是辅助。毋过等一下这个辅助的角色是到什么程度啦？那他拄啊听我咧讲吼，就听我讲，讲对 AI 有一点要怎讲反，嘛毋是讲反感啦吼，有一点抗拒啦吼。我毋是讲抗拒的问题啦吼，就是讲吼，因为即摆 AI 听廖教授安尼听起吼，无遐，我是感觉无遐巧啦。第一点，第二点可能上重要啦。无灵魂呐！法律的审判，尤其是刑事案件的审判，有灵魂就可怕呢。咱想一个问题嘛，伫即个刑法啦，吼，刑事审判啦，吼，伊毋是干那单纯的讲，你有做这样代志，吼，你这样代志是触犯哪一条的问题啊？伊其讲的中间有足侪咱讲的所谓的价值判断伫内面啊，这个涉及到什么？涉及到咱人类可能 AI 无的，咱人类迄个最核心迄个感性的部分，你会使讲这感性无好啦。咱有讲，拄仔蒋老师嘛有提到，
老实讲，用 AI 来做法官嘛袂歹啊，因为我老师讲人生有偌难，你做法官有偌难你讲你讲咱台湾讲这法官哦，你恐龙你会收钱，AI 会无 ？AI 袂啊 ，AI 无收钱的问题。不过咱讲另外想一个问题，我头讲的啊，就是讲咱最近有一个国民法官新的案件，就是母亲为着生活的问题，就甲这个6岁这个囝吼，甲闷死嘛，甲伊自杀嘛吼。像这个案件吼，大家咱来看，伊最后是判16年半啦，12年半啦吼。咱来看这个判决，就是讲，你吼，若讲因为这个案件吼，即摆国民法官内面到底，司法院是讲吼，伊有用一个 AI 的量刑的系统，伊去查询啦。对。因为评议不公开，所以讲咱嘛唔知影讲有用无用啦，好，不管有用无用啦，就是讲，若真正伫咧国民法官新的案件，真正用迄 AI 司法院的系统 AI 出来。是这个结果的话即摆我就感觉有一个问题啊，这是毋是这种案件是毋是干那迄个数字的问题尔？几年的尔？伊有内面有这个 AI 有无可能去考虑讲伊的前因后果？什么前因后果？伊为什么安尼做？伊为什么安尼做？这个问题AI 真单纯啦，伊就是用 database 去算，干那针对这个犯罪案件。不过咱人咧想看这个案件，毋是干那安尼尔呢？因为是咧量刑的部分，咱刑法有一条，我头拄讲57条，还有一条讲59条，叫做显可怜悯，会使搁加减对不对？显可怜悯。我问你咧，这个显可怜悯这4字 ，AI 有法度甲量化无？如果若是去甲所有，什么叫做怜悯？比如讲我小等下问廖老师啊，就是甲所有的判决内面有显可怜悯的，拢叫出来，甲做分析，讲这个是因为这个有小可淡薄仔良心1%，这个有良心2%，这个完全无良心是0，来做分析。那真正我都安尼，咱即摆免讨论这个问题啊啦。我先来讲，为什么呢？我头先讲过，你若真正去甲过去的判官有用到59条的你甲摕来看，老实讲，拢无啥理由啦。拢甲写59条啊。有写，甲无写是共款的啦。我即马像这个案件啦，你讲确实啦这个老母胎囝，这实在是这当然嘛是犯杀人罪，这无问题。不过咱人比机器人更较可贵的地方是啥物？咱有心吗？有无？真正之前有一个这个电影叫做《绿野仙踪》无？内面有一个人是死人，还稻草人。天命。天命，伊要一个心嘛。所以讲，伊为什么要心？伊属于机器人嘛。所以讲你这 AI 到底有法度甲这种所谓的这种价值判断，还是迄感性情感的个部分？咱讲审判唔是那么的冷峻冷酷啦，唔是干那讲法条安怎就安怎。其讲的法律内面，咱刚才这样讲嘛，过去拢讲情理法，我来讲是法理情嘛。咱这审判唔是干那法甲理尔，佫有情这个部分。刑法59条就是咧讲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你有法度量化无？好，这是量刑的问题。我讲这个案件内面，唔是一开始第一天的审判上重要就是讲，咱嘛常常讨论杀人罪，常常拢精神抗辩的问题，对不对？我行为时有精神疾病，你像这精神鉴定这种物件。我问你，咱即马虽然讲的委请精神医师做精神鉴定，不过咱想一个问题精神鉴定是科学鉴定吗？伊甲 DNA 鉴定无共款DNA 鉴定是一个客观的地方犯罪现场有残留一个可能是被行为人的一个精液啊、血液咱即马去鉴定嘛，对不对？这个物件你若中间没有被污染的话，伊就是存在伫遐。我即马咧验 DNA， 我有一个科学经过认证的仪器，有一个 SOP。这个鉴定者伊本身的情绪不会去影响这整个过程，所以讲我来鉴定，我这个鉴定来鉴定 DNA， 甲你鉴定出来是共款的。不过咱想精神鉴定精神鉴定的是人心呐，人的心呐。中间有啥物 SOP 的了无？老实讲是无啥有的啦，虽然讲因这个方向是讲有啦，我看的是无啦。更重要的是你即马要精神鉴定，你爱去问这个被告，爱去对面谈无？
你这方面你家己都可能这个案件就无适用嘛，咱就卖甲用嘛。卖甲用，吼，对了，你会使讲，不过咱看，别项呢？别项呢，你若讲较稍微科学鉴定，因为咱吼证据这个物件要证明讲你有这个事实吼，往往吼唔是讲一个证据就好就证明嘛，对不对？咱来做个证据嘛，这个证据多少证明你？这 AI 有法度甲量化无？这我关是无法度。对，所以我讲到尾啊，就是讲可能 AI 吼，伫个司法的应用吼，伊会较早应用，我是感觉民事这部分会应用较。会咱吼12点困进前啦，法官啦，我这种没有，为什么？因为吼，伫个民事案件某些部分吼，若是讲像债务权，迄拢是钱的问题。我是感觉讲这 AI 真的可以帮上很大的忙。我民事内面嘛是伊本来有爱我，伊甲后来翻倍，搁创啥？这嘛是拢。迄是亲属继承的，这拢归袂离呢。迄边就可能甲刑事的共款。毋过我是感觉讲比较开啦，我认为啦，吼，刑事的案件吼 ，AI 要真正是辅助啦，这个辅助的程度，我是感觉讲应该是无偌悬啦。看伊当行偌远啦，崔同学。事实上吼，你看吼，一个伫别人的国家吼，伫欧洲啦，欧洲吼，伊迄个即马有一个专门的 AI 法案 AI Act， 伊就讲吼高风险的物件吼，伊就讲高风险的物件伊。必须要经过一些限制啊，你讲的是澳洲啦，澳洲，澳大利亚哈，没有欧洲，欧洲欧盟迄个 AI 法案，伊就讲迄个今卖 AI 法案吼，伊就讲迄个执法加法律解释吼，就是高风险的物件，伊就爱经过评估啊，经过迄个建议，然后有一些限制之后才能够用，就是这就是因即马别人的国家要做的代志。伫美国嘛是，美国就是讲吼，美国内底即马伫美国总统内底有一个人工智慧国家人工智慧咨询委员会，伊就讲吼，即马司法应用 AI 的部分吼，就是较特别啦。因为较特别的物件吼，伊就爱较少的他们要更多的时间来评估说，这个物件到底会使用啊，会使用安尼。所以唔但是吴老师有感觉有小可疑虑啦，其实世界各国拢有感受到讲，这个物件爱设计。特别时阵是司法啦，是法，因为法律的物件吼，跟人权有关嘛，人权有关，伫迄个人的管理有关嘛，伫人的管理有关就较重要，较重要的物件本来就唔通安尼甲 AI。凊彩做的，凊彩了的，阮就要看迄个因为有啥物法律的规范甲关系较好。江老师，你甲咱讲一下吼，恁来做这个法律甲科技之间的这个桥梁吼，而且要互国家往前行。但是未来咱在法律的系统，你认为这进展是啥物？是讲爱像欧洲共款，欧盟方爱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做。各式各样的这个工课，和辅助的代志更加精进。是，其实头拄啊，大家咧讲，崔同学咧讲，这 AI 的风险较悬的，其实就是吴老师咧讲的，爱用较侪人心、人的灵魂去处理的代志。所以咧 AI 咧发展的时阵，咱法律的规范拢有一个精神，就是爱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呐。咱来把守这个原则，去看这 AI 的指引。所以我是感觉讲，头拄啊，吴老师讲 AI 做侪问题，无毋对，有做侪问题，但是就亲像咱人类的社会问题，永远是做侪。所以咱会使来看一下，这行政院的伊提出来的参考指引，伊嘛有讲啊，你公务人员袂使把 AI 生成的内容当作是唯一的依据嘛，你要家去思考，家去创造。所以这放伫这司法的系统内底，我就感觉讲真需要，亲像吴老师安尼的人去互因做者提醒的。是啊。系啊，伊咧资料咧清洗的时阵，有人去提醒，伊才知影讲虾米资料爱紧家己提出去，虾米资料会使用。你愈侪人去家己，知影讲这规个系统是安怎运作的，你会使提出建议嘛，互伊愈来愈好嘛。所以我感觉即马 AI 咧发展的时阵，伊是一个囡仔，伊还袂成熟嘛，所以咱爱
想办法，互伊愈来愈好。互伊食较好啊，熬大汉啊。熬大汉，啊，细汉咱会使用，啊，毋是讲哦，因为伊即摆有做一个问题，伊即摆佫还袂大汉，啊，所以咱即摆含义拢袂使用。啊，你拢无去甲伊训练，拢无去甲伊发展，伊就愈来愈袂大。这就是种循环咯。廖老师，你是工头哦，你来讲出来话。哦，然后我讲一下吼，我讲哦，目前 AI 吼，其实吼。咱剩1分钟哦，请哦。我讲吼，我讲目前咱的 AI 吼，其实是像白痴天才啦。吼，伊一方面伊是遮厉害啦，吼，但是伊无度全面啦，吼，无度全面安尼啦，吼，吼，啊，所以咱大家用 AI 就是爱看用去倒位好用，吼，啊，就用去危险的所在，咱就爱注意啦，吼，啊，所以就大家咱开迄特斯拉车同款嘛。特斯拉自动驾驶，你是都较好用的啊！啊，根本就使拿推拿看电视，袂使看电视。Elon Musk 伊嘛，即摆最近拢阻止一个 GDP 的物件，讲唔通啊，上无爱暂停6个月啦。对啦，我是讲